老陈醋呀绝配。有味儿，吃得有味儿，没醋就吃不下饭，就那种感觉。不吃醋，感情不丰富。要想感情丰富，必须得来点醋。哦，我们一般都这么吃。我喜欢喝点醋，不喜欢蘸醋。日常操作这是。就吃完饭然后喝点醋，就消化的好一点。山西人都喜欢醋，我就什么都蘸醋。铜火锅若仅凭一己之力，难以获得山西人的芳心。要想走进山西人的骨子里，还需要一点酸味的刺激。醋已经被刻在山西人的 DNA 里，也是和铜火锅一起赴汤蹈火、彼此无法分割的弟兄。如果是单吃锅子的话，可能味儿还没有完全煮进去的时候会比较淡。然后，但你配上一点醋吃的时候，首先它是开胃的，也解腻，也提味儿。山里的醋比外面的味儿更正一点。别的醋就跟兑了水一样。追求生活品质的去怀仁买。